看国防的消息，今后5港的汉光演习、汉光38号演习要伫后礼拜举行，国军陆续预演。今日伫北里海沙堡的演练反定力的作战，这包括阿帕奇直升机、甲乌鹰直升机，拢总有进行模拟阻挡强军为淡水河口发动攻击，场面真壮观。 这是汉光38号演习预演，国军伫第3作战区淡水河口模拟强军对陆海空共时间定略。陆军航铁部派2架 AH641阿帕奇攻击直升机，4架 UH601乌鹰直升机扮演强军。先由阿帕奇直升机攻击台北港，随后乌鹰直升机偷偷甲兵力放落来。另外海巡军舰担任强军攻击快艇，国军发现随出动布雷船阻止对方攻势，而且甲台伫沙堡的炸弹引爆，画面真震撼。 另外，空军嘛派出 IDF 战机进行空中支援，发射着演弹模拟攻击敌军。陆军嘛出动分8架车，佮有 N3扑救车串联油桶，形成组作链，要防止敌军沿着淡水河攻入来台北市。 汉光38号演习会伫25到29号连续5天伫全国各地展开，展现国军守护国土绝对无要退让的信念。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